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婚姻大比稻草兼菜粿，再度得到國際肯定。參加美國 Muse 設計大獎，摕到3塊金牌，1塊銀牌。2026大比稻草兼菜粿參加美國 Muse 設計大獎，閣一擺摕到3金1銀。主辦單位三吉社區講，今頂一屆其實就摕過2金1銀，今年閣一擺得到肯定。好啊，不管是主辦協辦，幾乎我們都有參與。好啊，一些稻草藝術、裝置藝術，加一寡這個風味餐的部分，幾乎都由我們三結社區來承辦。開始在做執行的時候，越規劃的時候，發現它的那個文化底蘊農村的特色非常的豐沛。大比鄉公所講，因為鄉內稻花和鹹菜產業攏是全國第一產業，稻草兼菜粿得到 Muse 設計大獎，讓人看到台灣農村文化和地方創新有影響國際的實力。